歡迎收睇第二節《愛地球觀察站》。有人話學音樂係一件奢侈嘅事，因為買樂器咧都幾貴㗎。但係喺南非有啲學緊吉他嘅朋友，雖然佢哋嘅吉他只係得3-4條弦啦，但係都彈得好開心㗎。而喺南非嘅教會裏面，佢哋敬拜着重嘅唔止係樂器嘅音色，仲有更加重要嘅元素要注意嘅喎。劉卓威 Jackie 考獲英國皇家音樂學院吉他演奏級文憑，經常邀請海外吉他大師喺香港演奏，而佢自己亦都會去到外地認識特別嘅吉他手。早前佢就帶住吉他去到南非參與當地嘅國家藝術節。今次去非洲，其實我去咗南非同埋博茨瓦納啦。其實最主要一開始嘅目的咧，就係好想探一個即係一啲吉他手嚇。咁我知道嗰度有一啲真係可以話係叫做隱世嘅一啲吉他手。咁佢就彈得好出色嘅，但係就可能冇人發掘佢。咁所以我就即係有咗呢個 idea， 想去非洲去即係會一會佢哋啦。Jackie 遠赴南非探望嘅呢一個吉他手叫做 Ronnie， 你未必認識佢，但係當喺互聯網搜尋 An African Woman Plays Guitar， 就會揾到呢一條短片，講一個非裔人士點樣用幾條吉他弦彈出出色嘅音樂，點擊率接近100萬㗎。雖然網上熱播嘅短片標題係An African Woman Plays Guitar， 但係 Jackie 同我哋更正，原來佢係一個男士嚟㗎。探 Ronnie 呢一樣嘢咧，即係最深刻嘅係佢住嘅地方啦，就係資源非常之缺乏啦嚇。即係我哋依家好多嘢都覺得理所當然，吉他係應該有6條線嘅嚇。咁你斷咗就可以換個條啊，俾幾蚊可以買得到。但係對於佢哋嚟講咧，佢哋嘅吉他好多人都係得4條線、5條線，有啲甚至乎得3條線咁樣都有嚇。我亦都聽聞過有啲人咧係得1條線嘅啫個吉他。咁就唔係因為佢哋有特色所以咁做，而係因為佢哋本身冇錢去買吉他線啊，其實。咁所以佢哋好多時候咧，佢哋用嗰啲線咧，其實喺嗰啲單車嗰啲迫力嗰啲鋼線嗰度扭出嚟咧，咁啊拆翻開一條條一節節好斷，即係好巢嘅，咁啊擠翻上去就當吉他線咁彈咯。所以我諗佢哋嗰個熱誠其實係即係對音樂嗰個追求，其實比普遍嘅香港人都係應該係大嘅，因為佢哋好資源好缺乏啦，但係佢哋又好樂觀嘅喎，好中意彈吉他咯。今次南非之旅 ，Jackie 亦都參與咗當地教會嘅敬拜。佢認為南非教會嘅敬拜有好多地方值得借鏡。我諗我去到非洲嗰度嘅敬拜嘅時候咧，因為我係喺其中一間教會，佢哋邀請咗我做嘉賓嘅，咁我就變咗喺入邊係即係坐喺第一行，咁佢哋招待我啦。咁我敬拜到一半嘅時候咧，咁我就試下擰住面望一望。咁樣擰住面嗰下我都好 surprise， 見到係所有人都喺度跳緊舞嘅嚇，即係就算有啲老啲嘅老人家啊，或者你見到佢可能啲身形都唔係咁 fit 嘅人啊，咩人都好啦嚇，唔識跳舞嘅人啊，識跳舞嘅，所有人都係好投入咁去跳舞嘅，咁啊流晒大汗咁樣咯，咁佢哋就成日不斷要抹汗啊咁去敬拜。作為一個敬拜者 ，Jackie 透過音樂帶領人到上帝面前。喺非洲信徒身上，佢都有好大嘅學習。雖然我哋話即係啲非洲人佢音樂感本身好好，但係其實你都睇得出佢唱一啲詩歌啊，或者去彈一啲詩歌，其實下咗好多苦功嘅。咁佢哋係全部都唔睇譜嘅，佢哋成個敬拜隊，即係我諗同好多外國嘅大型嘅詩班都係一樣啦嚇。咁佢哋就全部都係好投入喺嗰個敬拜裏邊咯。咁首先第一樣嘢就係呢個，我覺得要 well prepare， 起碼自己彈嘅詩歌你要熟晒啦，唔需要再睇譜啦。
This is for dance, not for guitar。到訪南非 ，Jackie 都特登帶咗好多唔同嘅樂器同配件送俾當地人，譬如係 ukulele 同吉他弦等等。當地人有需要嗰陣，佢會請佢哋食飯，又或者係俾錢佢哋，因為佢了解到今次所去嘅地方，當地人面臨緊貧窮嘅問題。但係結果，佢發現自己嘅做法未必正確。咁呢一班人佢哋又好中意飲酒，所以變咗你俾啲嘢佢咧，有時咧佢會賣咗去換酒飲都會㗎嚇。咁啊，我聽過其中一個叫做 Westin 嘅一個即係彈吉他嘅人咧，都係即係佢哋嗰啲好窮嘅人。咁佢已經3日3夜未食過嘢啦嚇。咁但係佢都繼續飲緊酒啊。除咗貧窮問題需要為佢哋代禱之外，當地嘅婚姻觀念亦都同傳統嘅婚姻觀好唔同。其次，另一個文化就係喺 Botswana 咧，佢哋對婚姻嘅價值觀咧就同香港好唔同啦嚇。佢哋好多時候咧，嗰啲男人同啲女人生咗細路仔之後咧，佢哋都唔願意結婚嘅嚇。咁係咯，當然亦都唔到嗰啲女人話事啦嚇。佢哋既然唔肯結婚，好多時候唔負責任嘅。咁嗰啲女人咧，就亦都可能係一個文化嘅關係，都覺得已經理解咗，都明白都係咁噶啦。Jackie 都講到喺南非嘅 Botswana， 好多人雖然話自己係基督徒，但係對自己嘅信仰並唔係真正咁了解。因為其實 Botswana 都 suppose 係一個基督教國家嚟嘅，咁都係聲稱有好多基督徒嘅。咁但係即係據我所知咧，好多當地嘅傳教士或者一啲基督徒話翻俾我聽咧，其實佢哋又係好似變成咗一種文化咁啊，即係一出世就話自己係基督徒。咁所以呢一個我覺得係需要去祈禱啦，即係求神慢慢去改變啊，同埋去祝福佢哋呢個地方啦。